向前较早，欢迎收看今日10月23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北市邦桥殡仪馆伫昨昏要暗暝有3个员工准备坐货推，要甲遗体送到1楼的时，这个货推的钢索熊熊断去，人对电梯摔到1楼，3个人拢有重伤，加载无大碍。救护车赶紧驶去邦桥殡仪馆，因为日要暗暝5点外，有3个员工搭电梯。 准备要运送遗体，想要到电梯的尾仔锁煞熊熊断去，规台电梯全位2楼落落1楼，3个员工拢受伤。该作业货梯今年3月完成定期保养，目前已通知维护厂商立即全面检修，对于事故原因将做后续厘清。41岁姓陈的员工哪像倒脚断去，另外2个人嘛有挫伤，加在送病院了后拢无啥要紧。因若出代志的这个电梯，原底就伫管制区内底，并无对外开放，敢若提供予内部的员工使用。大体部分并无损伤，另针对3名作业人员受伤部分，殡葬处已前往慰问，后续相关事宜，殡葬处也会全权来负责。目前这个电梯已经加强安全的管制，不过是安怎尾仔锁会熊熊断去，详细的原因还会调查。新北殡葬处表示会专款负责，后续嘛会甲医护的厂商确保设备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 因若台积电新竹宝山的精圆厂是台积电生产日内面先前制定的厂区，按算伫每年要开始量产，目前是等得起。是传出18个时是发生公安的意外，有一个52岁工人伫施工的时去电着送病院救无回来。台积电是表示讲，因会全力配合调查。 大型怪兽甲东基区进驻台积电新竹厂区，也毋过伫办公洞配电目前是停工的状态，因为这个月18日伫施工厂区发生一件公安意外。黄姓男子工作时不慎触电，进而从高处落下。黄男经送医后宣告不治，已责请台积电安全委员会通报新竹科学园区管理局进行治安调查。 台积电对外发声明回应，办公洞配电目前停工，但进一步厘清调查事件原因。目前工地是交付承揽范围，台积电公司会全力配合调查，协助下包商处理后手事宜。根据了解，台积电宝山厂伫第1期扩建工程时就发生班模领班大无细里烧落身亡。今年5月，一台乌托机亲像整地时无细里扭断，电火条电线搁讲着愈挂包伤，造成头骨破裂送医。 即摆第2期扩建计划有工人亲像因为施工电着送医了后宣告死亡。他们有一些相关的没有符合规定的部分，我们会依治安法的规定来做处分。然后针对现场的部分，电力配电作业的部分，我们立即跟他处停工。这一次的公安意外，我觉得主要还是外包商的问题，并不是非常罕见的公安意外。延误，我认为时间也不会长，所以对台积电来讲不会造成任何影响。 专家认为，台积电2奈米量产进度应该未受这摆公安意外影响失灵。竹科管理局回应，但台积电提出改善计划了后，会依照计划一一检查完成复检了后，才会同意复工。记者综合报道。 另外，为着要完成2050净零排放这个目标，真侪产业拢爱配合政府减碳排的规定，爱转型。劳动部即马有公布一份上新的调查报告，内底是指出讲，亲像天然气、沙石啊、石油这个高碳排产业，拢爱赶紧转型。若是无积极转型，劳动部嘛有讲到2045年，恐惊会有超过2万的劳工失业。 车路顶面会当看到规排电动奥多摆，这是因为最近环保意识愈来愈加强，为着要减碳减碳，做伙拼2050年净零排放的目标，真侪产业拢开始转型。产业要转型，影响上深的就是劳工。燃气供应业、个砂石业、个石油业，因若无转型，会变成讲足侪。就较会有迄落受影响啦。若讲到能源产业转型，真侪国家拢开始在推动，亲像英国、美国、日本、韩国等等的国家，拢真骨力在推动绿色工课的转型计划。劳动部嘛有做一份上新的调查报告，指出配合政府的净零政策，高耗能产业的影响上明显，负面影响大约是3成。不过，若是转向绿能产业，嘛是有机会创造大量的就业需求。那在台湾呢，其实呢，我们为了那个净零排放，我们有做一些产业能源的转型。那像我们政府现在也在积极推动太阳光电，还有离岸风电。
为着要鼓励企业甲劳工会当提早应用，劳动部建议劳工朋友会当学习饮食管理的课程，增加家己的就业优势，嘛鼓励头家甲劳工做伙讨论转型的对策。劳动部嘛陆续推出课程，提供补助。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同齐来关心天气，受东北风的影响，北台湾今仔日日时的温度明显下降，规天拢是淡冷。中南部也有外岛今仔日是好天到侪云的天气。咱来看温度。受东北风增强的影响，今仔日基隆北海岸、东北部的山区甲大台北地区的山区落雨时间拢会较长。气象署今日有针对台北含宜兰发布大雨特报，加上受潭美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规天这雨拢会较粗，而且风嘛会较透。若温度的方面，北台湾今仔日高温明显下降，日时的高温是24度至25度，若中南部含外岛今仔日的高温还有伫28度至30度。来关心今年第20号的风台潭美风台已经形成，气象专家是表示，因为高压比有期更较强，所以风台会往西边行。风台按算伫拜四的时会登陆吕宋岛，继续往南海行。气象署是表示，风台虽然未直接来咱台湾，也毋过这个季节的风台和外的外围环流和东北风会互相影响，所以伫这方面的部分雨就会较粗，也若西半部会有强会嘛透强风。中央气象署是预报讲，拜三到拜五北部、东半部雨拢会真粗。气象署按算风台会伫拜四登陆菲律宾的吕宋岛，时间嘛是离台湾相对较近的时间点。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的地区，还有恒春半岛，拢要注意有局部大雨甚至大水雨。东北季风南下的时候，如果在吕宋岛或者是巴士海峡这一带有台风通过的时候，东北季风跟台风外围环流的东南风会产生符合的作用，再加上地形的影响，容易在我们的北台湾跟东台湾的部分有显著的降雨。风台渐渐接近进前，拜二下半部开始到拜三，东北季风搁再增强，就会为基隆北海岸、东北部甲大台北山区带来局部大雨，宜兰的山区爱细致大水雨。拜四开始，东北季风甲风台的外围环流交互影响之下，这方面雨势是较剧烈。北部宜兰花莲的山区继续落雨，并且有大水雨以上等级发生。拜四到拜五会是落雨上严重的时阵。降雨在迎风面会累积，那礼拜四就会是影响最大的一天。西半部的话，可能就会是风部分，台湾海峡这一侧的话，风力会明显的加强。专家分析过，因为太平洋跟阿美势力比预报更较强，所以甲风台杀向菲律宾的方向，继续向西行。了后进入南海，按算拜六礼拜开始，台湾就恢复到东北季风影响的天气形态。这方面的地区有关有局部低渐阵雨，其他的地区是侪云到好天。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和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内政部官方网站甲警政署165防诈骗的网站，定期拢会公布打击诈骗的仪表板。根据统计，高月份受理诈骗的案件将近18000件，财务的损失有118亿才多，等于是逐工防诈骗的金额要活4亿。警方是表示，这是因为演算的方式无同款，案件数量认定。原本是一案一件，即马是改做一个被害者就算一件，所以数字才会向增加这么多。不过，这个数字是挖紧实际现有的状况，嘛希望让民众提高防诈骗的意识。来看联合报，除了忧郁症啊，有强迫症的精神科的药啊。百忧解11月份的时，就会退出咱台湾的市场。消署即马表示，咱国内还有其他共成分的药啊，会当来用，会当来代替。已经请相关的药厂、药商爱增加产量来补欠缺。药师工会嘛表示讲，会当代替药啊，还有真济未出现欠药的问题。来看中国时报，今年台北上海上下论坛，主本是由台北主办。原本是按算伫7月份也是8月份举办，不过中央因为有各种原因去延长掉。台北市副市长昨昏接受访问的时强调，上下论坛绝对会举办，时间可能会伫11月份也是17月份。也若台北市长蒋万安嘛表示，两岸关系即马较紧张，只需要互相参详、互相沟通，所以一定会希望会来举办这个台北上海的论坛，替两岸带来和平。
另外来关心南非的政府进前是要求咱台湾的代表处爱刷出南非的首都。但外交部伫10月初7接到南非的通知了后，咱外交部随调见南非驻台湾的代表，表达不满嘛，表达抗议。即马台日关系协会嘛表示讲，包括美国、日本拢有出面斗相共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南非执政联盟内底嘛有一寡政党开始发表友善咱台湾的声明，要求南非的政府爱对抗外来压力，唔通单方面改变和咱台湾的关系。南非要求咱驻南非代表处迁出首都普利托利亚。外交部表示，10月初7接到南非文件通知了后，外交部长林佳龙导致派阿菲斯市长调见南非驻台代表，表达不满甲抗议。台日关系协会表示，G7成员国美国甲日本拢有出手协助。美国、日本还有一些理念相近的国家，在交涉的过程中都给我们很大的帮助。那具体怎么样的帮助，我这边不适合来做说明。我方10月7号接获南非限期签管文件后，外交部长林佳龙即指派亚太师长召见南非驻台代表，表达政府抗议、不满及不接受的立场。南非执政联盟成员中的民主联盟、新自由阵线也甲印卡塔自由党拢发表友台声明，呼吁南非政府抵抗外来压力。典型无革命政策，无应该单方面改变甲台湾的双边协议。南非外交人士嘛烦恼，台湾可能会采取真侪项反制措施，包括禁止晶片出口去南非等。The IFP is concerned by the impact such action will have on the bilateral framework South Africa has enjoyed with Taiwan for the past 26 years. 那南非自蒙古国代表处7月本来要举办国庆酒会，不过好亲像中国施加压力，以当地有鸟气温疫情的理由，封锁饭店出入口，压迫活动取消。学者分析，台湾会当以经贸实力继续强化甲非邦交国的来往，反制中方的打压。非邦交国的这个外交空间来讲，其实是非常的大。我们应该可以利用我们的这个经贸的这个实力，去跟各国去做谈判。台湾持续争取国际空间，咱自孟买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10日正式挂牌，是台湾伫印度第3个据点，数量甲中国相同。今年的10月16号的晚上呢，我们的驻孟买办事处呢正式举行揭牌仪式，顺便也举行了国庆酒会。学者认为，印度甲中国因为边界争议关系紧张，台印交流嘛等于是向国际展示，甲台湾也是甲中国来往，不是任何游戏，希望增加国际社会甲台湾合作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3日风台扫过了后，吞打南台湾。疾管署昨昏就公布，咱国内新增加2例类鼻珠的案例，拢是伫高雄，其中有1个断医无到1礼拜就过往。因为今年本土类鼻珠个案已经有98例，其中有18例死亡，这是23年来降低的新冠。3日风台过了后，各增加2例本土类鼻珠病例，拢位伫高雄市，其中1个70多岁男性有污水污泥抽搐目前有安的住院治疗。另外1个80多岁男性长期尻床，初7因为发烧等症状住院采检，住院无到1礼拜，就因为肺炎甲自身慢性病不治死亡。因为个案徛街附近有饮水，怀疑是透过空气刺激性感染类鼻珠，这也是3日风台过了后头1个类鼻珠死亡个案。从他的这个病况的表现是有这个双侧的肺炎，所以他这个透过吸入而感染到类鼻区的这个可能性还是最高。另外，天气渐渐转凉，肠仔病毒疫情煞反上升悬。顶礼拜国内肠仔病毒就医达到1.6万外人次，是5年降期上悬。1礼拜全台因为肠仔病毒停课达到331班，是今年下半年上济，其中幼儿园都有247班。特别注意的是，9月以来肠仔病毒客刷期的类型占比快速增加，已经跳到第2名。除了吹来破，也可能出现大粒水泡、整个肋气顶脱角症，提醒家长注意。主要是因为肠病毒感染之后影响到小朋友的指甲的生长，所以可能会导致后续这个指甲的生长不一，而导致这个指甲容易会有断裂或者有裂痕的状况出现。另外，疾管署也宣布10月初起，公费流感甲新冠疫苗开放第2阶段对象注射50岁以上成人，会当注流感疫苗；6个月以上是会当注新冠疫苗。疾管署提醒，最近出国，若是爱细致停高节，也爱避免感染酷酷病。台南另已增加1
一个屈公平境外异地病例，这也是台南第二个屈公平境外确诊个案。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美国南部的德州和新墨西哥州，伫当地时间20，拢传出有飞行机载落来事故，其中伫新墨西哥州一场地方的航空展览进行特技表演的时发生意外，飞行员是捌伫电影《独行侠》拍片的期间协助飞行的人。画面上都是当地时间20下晡差不多2点半，这台 EA300形式飞机当地进行隔空特技的表演。当时谁嘛无想到，这是飞行员查尔斯·科尔曼先生最后的演出。画面上会当看到，当飞机飞到最高点，翻头要冲落来时阵，煞完全失控，到尾落来涂骹，科尔曼当场死亡。This gentleman came in for his performance, and he was pulling some spectacular moves. Just like he was yesterday, and towards the portion when he started flying towards Deming, and he made his climb up. Once he did the inversion, I could tell something wasn't going to happen the correct way. 航空工程师出身的科尔曼，除了主导美国海军拿天才特技小组 F-18战机的改装，嘛因为精熬的飞行技术，伫捍卫战术独行侠拍片期间，协助汤姆克鲁斯训练片中少年飞行员。当时使用的就是20传出意外 EA300单引擎飞机。新墨西哥附近的德州嘛，伫同一天传出飞机落来意外，为附近大楼厝顶的监视器画面，会当看到正边天顶的光点一直向倒边过去，向发出真大的火光。代志发生的时间是20暗时8点，传出意外都是画面上这种R44小型直升机。当地媒体是讲，直升机是弄到高压电塔才爆炸落来，机上4个人全部死亡。But now we're out in the daylight. More things are going to be found. So I would stress to folks, please don't touch anything. Evidence preservation as well as respect for these families that are going through this tragedy right now. 对这两件飞安事故，美国的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NTSB 指出，详细原因也需要把飞机残骸集中起来，进行彻底检验，才当查清楚。公司新闻4家人编译。来关心美国伫11月初要举行总统大选，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21日时，伊是小连刷去3个关键摇摆州去举行下党派的竞选活动，也让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伊是去国防重灾区北卡罗来纳州，伊伫遐批评政府防灾的措施无及格。也让即马佫有一份新的民调是显示，川普选赢的机会51%，贺锦丽选赢的机会49%，这是川普伫这阵的民调。头一届赢贺锦丽。贺锦丽伫1日怀俄明州前联邦众议员利兹前年的陪同之下，连续走宾州、密西根和威斯康辛3个伫工业衰退区的关键摇摆州，举行下党派的竞选活动，来争取共和党温和派对伊的支持。He would surrender. He would have Ukraine surrender its fight against an aggressor, violating its sovereignty. If Donald Trump were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will be sitting in Kyiv. 川普的部分，伊是伫国防海伦的重灾区北卡罗来纳州竞选和造势，继续批评政府的灾害应对措施，而且向基督教福音派的信徒讲，这月的暗杀是有一支超自然的手甲救的。And my faith took on new meaning on July 13th in Butler, Pennsylvania, where I was knocked to the ground, essentially, by what seemed like a supernatural hand. And I would like to think that God saved me for a purpose, and that's to make our country greater than ever before. 尽管伫大选的投票日共2礼拜，但是全美国已经有1700万的选民是提前完成投票。阿拉斯加州的费尔班克斯伫伊提前投票的活动，所以因为落大雪之后延后，嘛是今年这场选举拄到的第一场冰风暴。另外，到底是谁的赢面较大？民调机构538上新的预测显示讲，川普赢的几率是51%，贺锦丽是49%。这是对538的调查发布以来，川普第一摆来赢贺锦丽。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
继续关心疾控指数，金砖国家峰会日子的时伫洛西亚举行，中国、印度、伊朗、土耳其、埃及这国家的领导人拢有参加。也若受国际上关心的是，洛西亚总统普廷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习近平是甲普廷讲，即马世界乱糟糟，也毋过因两国的感情未改变。分析师即马是认为讲，金砖国家峰会力量愈来愈大，就是要来对抗西方。洛西亚总统普廷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第3届见面，双方会谈差不多1点钟。世界正处于100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但我坚信中俄世代友好的深厚情谊不会变。Мы намерены и далее наращивать координацию на всех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их площадках в целях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глоб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праведливого миропорядка. 习近平飞去喀山的路人，洛西亚派战机盘飞。峰会头一天，相关各位领导人或者是高官代表嘛到位，包括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埃及总统塞西、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更高共和国总统恩圭索、印度总理莫迪等等。Многопланов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его рамках. У нас та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что я считал, что вы и так все понимаете. हमारे इतने रिश्ते हैं कि मुझे ऐसा लगा कि आपको कोई अनुवाद नहीं चाहिए. 洛西亚即马当咧小战，普廷正做在地人接待者贵宾，去互认为想要透过峰会向西方国家展现权力，互国际社会知影洛西亚有真侪合作的同伴甲朋友。The role of the BRICS is to try to bring order to a world which is in enormous change. For the last 200 years, the planet has been dominated by Western powers. This is a body which brings together all those nations who want such an order, but based on the interest of the global South. 金砖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寻求建立统一战线，而且把家己看作是制衡西方的力量。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即马这金砖国家的 GDP 占全球的35%以上。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来关心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着癌治疗了后，头一摆出国访问，伊是去澳洲。伫澳洲参观国会的时，互原住民的参议员当场甲批评，而且佫大声话讲查尔斯毋是因的国王，而且佫要求英国爱先甲澳洲原住民祖先的灵骨和土地还回来。这嘛凸显出澳洲长期以来伫共和制和君主制的政绩。澳洲总理艾巴尼斯第1日迎接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和王后卡米拉的时阵，原住民的参议员瑟普，我们一领传统的雕皮红帽，伫国会大厅，伫大家面头前大骂查尔斯3世要1分钟，要求英国政府承认澳洲原住民先祖的遗骨和土地。瑟普举动互现场过乱起，落尾伊互联邦警察请出场。查尔斯翁仔某的表情看起来是无安那，但这嘛互澳洲长期以来共和制和君主制争议佫引起讨论。We'll continue to resist the colony until we have a peacemaking treaty where we can celebrate this country together. We don't need a king from another country to dictate to us what we do here. 瑟普讲，伊伫场内受看到有人对伊的言论是一直点头表示支持。伊虽然讲澳洲伫100多年前是变做英国的殖民地，但是伫这段期间有几千原住民被杀死，致使这个族群失去故乡。另外，这是查尔斯3世伫着癌了后第一摆重要出访。进前查尔斯则伫演说内面感谢澳洲的原住民传统的迎宾仪式，而且向第一民族表达敬意。事发了后，北京汉中嘛无愿意评论。So with the sands of time encouraging brevity, it just remains for me to say what a great joy it is to come to Australia for the first time as sovereign. 另外，澳洲的政治团体澳洲共和运动，嘛伫去年12月发函予查尔斯，要求伫澳洲来会面，而且希望国王会当支持澳洲脱离和英国宪政之间的联络。不过，北京汉宫伫今年3月回这张批，表示讲国王会议的行程拢总是澳洲政府来决定，双方并无安排会面。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加向请咱做回来看世界。澳洲议会大会日时时要投票，要决定有关重新支持台湾的决议。日子时有新进行辩论，大多数的议员拢批评中国威胁印太地区的安全，打台湾。那澳洲议会友台小组的主席嘛发表声明，强调台湾毋是中国的一部分。
也毋过呢，嘛是有一寡机关表态，无希望后明牵涉在内。来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日是和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会谈，想要来谈成以下停火协议。也毋过中东的冲突也搁继续，国际油价嘛直头直抢悬，2的时国际油价继续起超过2%。来关心以色列军方日前对外表示，互看作是真主党接班人的萨菲丁10月初4的时，伫空袭的时已经互断死啊。包括萨菲丁在内，计共有27个真主党的成员拢死亡。也毋过针对这件代志，真主党并无对外证实。来关心台北一间私立的幼稚园，园长的后生进前互法院认定讲，伊性侵害6个查某囡仔，共判28年。检方继续调查，佮发现讲有39个囡仔嘛，互伊骗说，互伊卡来手来，而且这个嫌犯佮伫公共场所共偷翕私密的影像，已经超过300届。检方即马是请法院爱判刑判上重。法警前后介护出庭，这个都是台北私有案被告毛俊新侵犯6个查某囡仔，犯224条罪，一审互人判28年刑期。专案当地2审审理，不过检方扩大追查，又搁查出另外39个细汉囡仔受害，22个提起公诉，建请法院判上重刑。依涉犯刑法加重强制性交、加重强制猥亵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检方严厉控诉毛俊新本身是教保员，利用细汉囡仔的善意甲信任做不实的行为，佮把犯案的过程全程翕落来，嘛互人发现调监视器转录囡仔换衫的画面，甚至毋若伫幼保机构，就连公共场所伊嘛四界犯案，为车路商场到公园，拢警未成年之小，趁机会翕性影像，敢若检方的调查就至少306届。专案被害的细汉囡仔愈来愈多，毛俊新的恶劣的行为，互受害家属气甲讲爱动判关甲死，嘛即间园方其他老师暗号建在伊三做，检方嘛批评毛俊新操打别人的身体，伫光头白日做垃圾袋，搁较是以小性剥削防治条例上路将近30年来，触发的情况上界严重一届。当小孩他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意识，然后去告诉大人的时候，那大人一定要采取积极的一个作为。那向外跟警察局、教育局跟社会局求助的时候，那蛮遗憾的会是看到大家对于这个幼儿的这个证词有不信任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倾向。立宪基金会建议性别教育这个课程要为幼儿园定金做起，强化儿童危险意识。为幼儿案件调查人员到政府的组织单位，也需要专业训练，袂当无注意细汉囡仔的证词，以免错失任何挽救囡仔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因在云林县政府今年8月份的时有接到通报，讲有社团办的国校啊校在成长营有不当管教情形，毋那囡仔互工作人员用不求人拍，而且呢工作人员佫会罚囡仔食饭的时爱交换姜啊，无就是食菜底食凊饭。警方和社会书记调查了后，确认有18学生互拍，目前已经移送法办。学生囡仔尻川被规大片乌青手拔毛乌青个种，互家长看到真毋甘。今年8月底，云林团村有社团开办的国小暑假成长营，对学生囡仔有不当体罚事件。虽然查某囡仔的家长知影，毋过毋敢加讲，是朋友看袂落去，才通报云林县社会处。在协会他功课没做完，所以被协会的人处罚，张老师处罚，会给他1碗的辣椒酱吃。然后回来就拉肚子了。后来妈妈才秀她拍的照片2张给我看，说之前也被协会的张老师打成这样子。云林县社会处基部展开调查，这个由社团开办的暑假成长营，有18学生囡仔捌互家己讲是老师的工作人员拍，有的是因为食饭伤慢，互人罚掺番姜仔上食；有的人是互人逼食村外的饭菜。虽然当事人无提出告诉，不过警方也是依照妨害自由、伤害等罪嫌函送侦办以外，社会处嘛认定加害人员牵涉到不当管教，而且违反儿少权法，罚6万块。各地调查庭事完毕了后，公布加害者的姓名。那后来我们也邀请了专家学者一起召开调查会议。那这里的专家学者呢，包含了有律师、医师，还有社工师等等。该团体他也用所谓的
轻轻的放下的处理方式，也让我非常没有办法接受了哈。那有刻意的把它导向做不当管教这样方式来草结案。婚姻管教的处表示，除了对这个社团的补助计划保留协定以外，卖加教育处增加访在次数，各予受害儿童后续的协助。暗过家长也是质疑县政府干来以不当管教来认定，无度有吓惊阻挡类似事件的作用，对受害儿童的心理伤害确是无度弥补。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国立高雄科技大学是逼出采购弊案，学校一个姓林的教授，伊咧做总务长的时，互家己的小弟去标着学校4个停车场的管理系统，而且佫传出讲，伊要求伊的研究生、伊的学生替伊的小弟写这停车场的定式，牵涉20个标案，赚上千万。学校表示尊重司法的判决，嘛讲这个教授即马已经解除伊的行政职务。对查高雄科技大学智慧停车系统采购弊案，调查人员来到学校办公室，涉案的科技公司所在，查考相关证物，专案8个人涉案。除了科技公司员工谢林负责人之外，也有高工大前总部长谢林教授、学校胜利专会加1名承办行政助理，多次利用其兼为总务长办理采购业务之机会，以规格绑标、泄露招标文件或评选委员名单。订定不合理履约条件等方式，使该科技公司获得相关标案。谢林教授甲科技公司负责人是兄弟，亲像为108年8月兼任总部长了后，涉嫌绑标、泄露底标和小弟，也捌伫102年到109年泄露研究计划采购内容，和谢林负责人伫校内专会甲承办人互航。公司前后标着20个个案，爆发效力达到1247万。本校面对法律案件立场一致，秉持勿枉勿撞、无罪推定原则，尊重司法调查及判决，但于判决确定前，希冀各界衡平看待本案。我听到蛮压抑的，不知道会发生这种事。这就是蛮乱的，里面刚好女友也是叫我停旁边就好，因为进去他会撞到。学校回应公务员涉案，依照公务员顶届法规定办理，教师部分调开到评会星期，目前谢林教授已经离开行政职，但专案定案了后，会依相关规定处理。下昼起，涉案科技公司查证，员工表示负责人无伫的，无回应任何提问。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咱来关心国家机构发展会议分区的论坛加强举办11场，包括台语、客语、手语这个分区的论坛，拢已经结束。正式的大会按算伫拜六礼拜的时，要伫屏东举办，要收集进前论坛各种意见来做综合讨论。为着要互台语、客语等等的国家语言通合进发展，文化部主办的国家语言发展会议11场的分区论坛拢已经结束。过来10月26、27要伫咧屏东召开正式大会。台语路协会呼吁文化部语言要发展，除了爱培养语言意识，嘛着有环境甲优盘。已经有足侪台语家庭用家己的力量请养一群台语囡仔出来，但是这个囡仔入去学校了后，因颠倒无法度有。就是受到应该爱受到的教育，因为客语、原住民语拢原住民因拢有啊嘛，但是到即马拢阁无，就是一个以台语为主体的学校。另外，行政院会6月有通过文化部国家语言研究发展中心设定条例草案，要用来负责国家语言整体的研究保存和政策建议等等。有学者就指出，若照政府的用意，台语的相关事务有关系分散在文化部各部门，安尼也是无一个专职的行政单位。伊是语言调查，伊是培养人才，伊是做语料库的话，目前看起来也是真欠这个台语文的。委员会啊，吼，会使期待就是讲，毋是讲为草根来做，即个若是国家会使来，嘛是成立即款即个单位。至少即3个单位，伊是每一个单位拢有诶时阵，较有法度讲咱合作来做伙做啥物款诶工课。台语路协会和成大教授陈丽君拢呼吁政府，一个语言要发展、要发展，长期来讲有真侪代志爱做，希望会当像客委会、原民会成立发展台语的平行部会。因嘛毋望讲，在议法会议顶悬的这些建议，拢通正做未来政策的参考。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
白白拢是红请的劳动者，严格5月劳动节，敢若劳工有休假，公务真关无。伫今仔日，立法院就举办公听会来讨论劳动节、教师节敢应该变做全国休假的国定假日。专教总伫昨昏有呼吁政府，希望伫明年5月劳动节会当全国休假。劳动节是全体劳工的放假日，毋过公务员、老师、警察、消防人员这个职业算是公务员，却无放假，白白拢是人请的，食头路人。为着要争取权益，全教总拜二开记者会，诉求劳动节、教师节拢应该变做国定假日，嘛向行政院化为赶紧实施，幸福劳动者一个休假日。陈建仁院长他已经之前做过承诺，那今年。我想也有立委这边在总质询的时候，也有质询我们卓院长，卓院长也没有说完全不行。针对这个议题，立法院拜三嘛召开纪念日甲节日实施条例草案的公听会，各党立委嘛伫咧公听会前一天先表达党团甲家己的意见。我们主张让所有劳动者都能享受有一天的休假权利。那聆听完之后，我们可能才会。内部会来进行开会讨论，目前我们还没有做出一致的决议。民进党确实在这个部分没有讨论过，然后如果就现在的那个行政院的态度，应该也还没有明确的态度。5月初1这天，有人爱上班，有人休假，全教总呼吁政府明年伫劳动节进前爱赶紧统一列做国定假日，互全国劳工拢会当休假。也若教师节目前敢若是纪念日，无放假，是毋是爱变做国定假日？全教总认为会当放伫咧后一步，慢慢讨论。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秋天起啊大出，最近嘛是做起过加工的季节。也毋过呢，因为今年雨水较高，引起真严重的病虫害，起啊的产量减真济。亲像伫新竹的新埔，起过的产量减5成，工人的收入嘛减1/3。它这个小黑点，它就是那个东方果实蝇啊，它叮到的。所以它叮到的话两三天它就变红了。接着的话到4天6天它就掉下来。乌一点一点的定点，拢是互蜂仔定的，树仔顶的枝仔有一半以上，表面拢出现同款的状况。今年因为雨水高，出现大量的病虫害，枝仔的产量减买一半，互农民感觉实在真无奈。1公顷多的话，能够采到差不多2万斤啦。今年加上这个原因，还有这个果蝇的那个危害目前的话，我看今年的话，可能收成只有差不多6、7千斤来。病虫害毋但害着果农，也影响做奇果的业者。其中以奇果出名的新德县新埔镇，当地有袂少人拢是靠加工做奇果趁食。如今奇仔产量大减，也互因的收入减1/3，超过1/3耶。那也没办法，因为今年的柿子又下雨又干旱，一下下雨一下干旱很难防治那个。像我们在挖地头的时候，就发现像这个样子，很多都虫害。今年量少很多，少了4成有。对，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讲也是差很多。业者表示，今年奇果因为产量减少、成本起价的关系，市面上的价格平均卖对咧起5块到10块。今年收成比永过较歹，对靠天食饭的农民、甲做加工的工人来讲，拢是上直接的影响。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台中的大眼英雄奖因为征收好势，拍算按今仔日开始，要举行6天的发挥，而且嘛有打出广告，希望讲规个大眼区全景食菜，唔好杀生。也毋过有民众含点头是认为安尼无合理，嘛认为安尼影响生活。标准广场发挥物件一直摆好势，台中市大雅区电园新疆中心永兴宫修建完成，决定为23起1连6日举办吉安大典发挥，公告大雅区全境加速进度5日，请大家配合。4块位牛肉面业者表示，已经准备公休6日，也有人愿意加速，想要为家己祈福。9、6天，到下个礼拜2才开始有在开荤，我们再开始营业，很好啊。马祖用新房子，又重新修建，已经完成了，就大功告成，就要庆祝一下，应该的。我会啊，我会。是因为什么原因？就是祈福啊，祈福保平安啦。
南投埔里100年历史的基安庆祝法会，其中的3献庆祝祭典，专定拢会再改5日，交定考钱，互官府定落做无形文化资产。经济庙方表示，伫台中县市合并进程，永兴宫就位伫改制进程大雅乡的市中心。30年前建筑活动捌全乡响应加速，也毋过随时代演变，部分民众感觉无方便配合，也会影响生活。没有，就是要修，就是修1-2天呢，没有全部修了，6天就没有办法，太久了。太久了哈，没办法配合。对，我们也要生活啊。道教可以，它是一个宗教啊，它的一个习俗，它并没有法律上的绝对地位，所以我们在通告的时候，我们请信众自行斟酌，有自主配合这样子。没有强迫。没有强迫。庙方强调，打出广告只是宣导，无强迫之意。道教科技并无法律效益，会互信众家己参考。只有庙方执事人员爱强制加速7日，地方民众无共引起讨论。记者综合报道。也伫台南安定的中山社区，因为有龟仔庄的名号，因为上届请也是龟庄有50多户是拢在做龟，但过即马敢若剩5户尔。为着要把这项地方的传统文化传承落去，社区有举办做龟的体验，也有龟毛的展览，要互大家来认捌家己的故乡。要做龟仔，起头就要先加米浸水2点钟，才去落去下。讲安尼食起来会较 Q， 像安尼做龟景象，伫民国40年，台南安定中山街常在通看到。当时专庄的做事人拢去学做龟探瓜所会，这嘛互号做龟仔庄。不过个时代改变，加上做这忝头，哪来哪少人做这道？即马中山社区发展协会办体验活动，互在地人不加笑脸。大小是规庄，啊，只剩5户尔。嘿啊，种怀念嘛。嘿，头啊拢散食，啊，大家拢一个加一个，一个加一个啊，伊做开。有的人感觉做田较忝，伊就想哦，我转型落去找龟，啊，所以导致变50几户、49户咧找。农业时代咧转型去工业时代，迄位人拢把因的生计全部拢投入去变成是工厂内底啊，就变做。即卖的全无几户。龟仔庄发展高丁粿、香格伦甲红菇粿拢总有。发展协会这回毋但提供粿布，互大人囡仔斗阵来体验传统的手路。另外，佮办一场展览，较早期人生甲器具拢展示互众人看。特别的是，这个清朝时代用砖仔头做的粿布，顶面无共的图样，代表无共的意涵。因为红菇内底有特色的啥，用红菇人有做红菇就是。马月人做红菇，马月圆，4月桃，大这菇，遐拢是个囡仔，人拢有安尼做。哦，你啊马月阵哦，做圆红菇圆，啊4个月做桃，啊大这大桃的大这就一冬，就做菇。龟常在伫过年过节看到，也是互人摕来祝寿。做龟啊业者讲，过去是逐工拢有人咧做。即阵食这人变较少，地方嘛拼说传承这项将近100年历史的好滋味。记者李苏台南采访报道。若是讲到司法、法律、法条，真侪人拢会感觉真青分，离咱的生活真远。也毋过司法院是认为讲，法治教育做好，这是互大家对司法的信任感提升的关键。所以司法院嘛和金马执委会有合作，推出司法雅典，有竞出6出国内外讲法律的戏出，希望提升民众来认捌司法和人权的议题。法国之医这出电视剧以一个在台湾做播讲的外籍医师为主角，讲外籍医工人权、医护环境、还有司法3方面的议题。这出结合多方面议题的戏出，入选司法院跟金马执委会合作的2024司法雅典。作为一个每天都在看电影的人，我还是会被司法影展很多的影片的议题内容就是给震惊、给感动的。那今年也不例外。电影不只是娱乐，还会当成做优化司法甲民族距离的媒介。司法雅典今年已经是办第6届，今年经6出国内外的戏剧作品，都邀请影视专家、法官映后交流，共同探讨作品当中司法甲人权议题。11月初7到12月初1，分别伫台北、台中、高雄举办。我觉得民众呢对司法好像是距离非常遥远，可能人民呢对司法，可能是对人权、法治呢，如果不了解，那可能就是会对司法会产生一些误会。会
拉开那个距离。所以透过那个影视的营造，我觉得是最能够拉近这个人民跟司法之间的距离的一个方式了。除了司法雅典，为了提升民众对司法的了解，亲像2023年开始实施的国民法官制度，也是一个例。司法院表示，因成立参社会沟通小组，都咧透过社群媒体传播、制造儿少刊物、Podcast 这寡多元管道，互更较侪人去接触法治教育、人权议题。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来关心花莲跳龙艺术节，今年是第3届啊。因为今年4月初3，花莲发生大地震，所以今年艺术节就邀请咱台湾地震科学中心的科学家马国峰同齐来规划，和科学结合艺术，要来安打当地受地震惊着惊的心。今年4月初3，花莲和大地震又甲如苍苍，地震前后的波纹拢互米达斯理论工作站的观测机器记录落来。地震前画面清清气气，地震开始了后，就出现复杂的振幅。为着要甲地震透过科学和技术呈现互民众了解，今年花莲跳龙艺术节毋但以地震波纹做主要视角，嘛邀请长期研究地震的台湾地震科学中心首席科学家马国峰和作家景德军等人共同规划。所以除了地震科学里面，他可能看到一种最大家可能还没有看到这种很重要的科学现象之外，它对当地的区域、对台湾的地震防灾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觉得这么重要的观测点，一个这么最先进的观测，也希望可以跟朋友们分享。那在这个复原的过程当中，艺术家跟写作者，还有各式各样的摄影，以及在美学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创作者呢，也许是提供我们心灵抚慰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今年艺术节的主题都合作星球博物观测站，邀请侪地方创新团队、艺术家和摄影家等等，要用讲座、画图和体验各种方式，互民众了解花莲人面对地震的生活态度，嘛希望透过科学也有艺术来了解着惊的心。从在地神话的角度，从在地生活的角度，从不同的角度去谈一直在动的土地。就大家想说，土地就是要稳稳的踏在土地，但我们土地其实在动。那这群人怎么活得下来，以及如何？花莲文化局希望透过艺术节，互民众了解花莲的特殊性。今年花莲跳龙艺术节自11月初2到明年正月初5，除了有侪活动，地震科学家马国峰嘛会伫咧花莲的米达斯理论工作站，带民众了解地震观测的工作安怎进行。记者卢尚祖、郑俊佑台北报道。来关心精神障碍者伫社会顶悬存在，互人有不好的印象。外传之家长期陪伴这个患者，即届嘛特别去参加第7届善车人台北的展览。伫现场有展出图，也有表演的音乐，这拢是精神障碍者的故事。享受伫这优美乐曲的旋律内底，外传之家的会员陈思荣自在演奏家己所创作的乐曲，伊也分享家己以前学钢琴的快乐。后来压力大，看病了后出现失眠，甚至有幻听的状况。一路行来，透过音乐、医疗厝内人的陪伴，即马渐渐稳定。我觉得音乐就是在我之前生病最不舒服的时候，它就是我最好的陪伴。那个时候状况比较不好，然后就是每天在家就是起来就弹钢琴，然后就觉得说这就是个很大的寄托。外传之家是服务精神疾病经验者的一个组织，这个外传之家配合第7届滨江人的台北的展览主题，邀请精神疾病经验者创作家己的梦想。现场这图拢是因的故事做过的梦。心理师也表示，精神疾病经验者常在拄到人际关系交朋友的困难，所以也算是社会议题内底情绪贫穷的一种。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他们的疾病好像会被推到他们的前面，大家都看到那个病，但是都没有看到那个人他到底他真正的状态是什么。滨江人的台北展览目前伫台北北批寮历史街区展出，一直展到11月中。现场阁有各种有关滨江的议题，亲像无家者、都市原住民、越境散车的一寡议题。主办单位甲台北各种有关滨江议题组织靠起来，希望用展览的方式，互民众了解社会各角落的故事。记者张家琪、谢桂林台北报道。
关心天气，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是2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30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2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30度。外岛21度至27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